係歡迎各位網友收看海量網頻道同埋袁公義頻道喺2025年5月19號呢一節嘅對話人間，同大家傾傾伊朗最新局勢。真係峰回路轉嚇。咁我一見到星期一特朗普決定咧，心中就打個突，又俾伊朗玩。伊朗擺明係拖字訣，但係特朗普都唔知係出於戰略考慮啊，抑或個人憐憫心，唔想俾伊朗人咧炸到開花，咁就再延多3天佢話有好建議因為有3個死對頭嘅國家，阿聯酋、卡塔爾同埋沙特阿拉伯聯合請求最後一分鐘咪炸住，收到佢哋最新嘅伊朗嘅最新嘅條件，係唔係真係咁好死咧？即係核協議，即係20年或者永久終止即係嗰個濃縮鈾而且亦都交俾美國咧，因為伊朗提出話交俾俄羅斯嘅。歐華點睇啊？今次即係呢啲伊朗人啊，真係死性不改啊！即係大家要知道，以前你記得嗰次伊拉克嗰個沙漠風暴啊？嗰次你記唔記得佢哋伊拉克人啊講嗰種大話，嗰個叫做咩啊？叫做咩 Bob 啊？唔係有個專門係發言人啊，叫做咩 Bob 阿齊茲係佢有個美國人同佢起咗個花名啊！即係啲大話離晒大譜啊！即係呢邊嗰邊嗰啲人啊，真係我都講咗好多次，呢啲人係死性不改啊！即係伊拉克同伊朗係一種人嚟㗎咋嚇，一格嚟㗎咋嚇。以前成嗰塊地咧就叫做波斯啊！呢啲人真係佢嗱，我就算你唔係呢個都唔係問題啊！就算佢同你簽咗，咁你信唔信佢？嗱，我就問下佢，就算47年喎，47玩咗你47年啊，唔係最近嗰幾個月啊，玩咗你47年，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咁就算佢簽咗，但佢簽咗幾次噶咯喎，唔係冇簽過，簽咗幾次啊，最後啊，講到最後佢反而佢自己主動講出嚟，我有460公斤嘅濃縮鈾。咁濃縮鈾係唔准內噶嘛，我唔准噶嘛，你應承都唔做噶嘛，自己啊同人最後談判嗰陣時話，嗱，我而家有460公斤濃縮鈾，係佢認嘅喎，咁你變咗47年，所有談判都係講大話嘅，咁佢就算佢今日同你簽咗，我唔知阿春咁係啊，俾你搣咗個雕啦，俾你簽咗，啲條件好到不得了，乜都應承晒啦，佢做唔做咧？問題喺嗰度，一日佢當權佢有啲軍隊喺度壓住個國家，你入唔到去咧，你唔可以入去咧，咪又係一場大話。我覺得呢個問題真係呢啲人咧，我覺得有要去到嗰個虐待性質嚟對付佢哋啊！即係話咧，你斬斷佢隻腳問佢再冇佢唔交出嚟咧，再斬斷隻腳，跟住斬隻手，跟住一路咁樣斬落去，又唔係冇辦法噶，即係你一路傷害佢，傷害到佢咧交嘢為止，佢最後佢痛到咧直情冇嘅，完全佢講嘅嘢。佢乜嘢嘢都唔可以接受嘅，講嘅嘢、簽嘅嘢乜嘢協議，同呢啲人唔好得協議嘅我同中共實在係冇分別嘅，完全一樣嘅呢啲人，即係佢嗰個性質就係當你係嗰種有一種仇人定係乜嘢嘅，佢一定要消滅你。佢既然要消滅你，佢點解唔可以假嘅咧？點解唔可以假應承咧？兩邊都係噶嗱，一個伊朗個神權又係要消滅美國嘅，中共又係要消滅美國嘅。咁既然佢要消滅你啊，佢點解唔可以呃你咧？就咁簡單嘅啫。點解唔可以呃你？人哋話要消滅佢，跟住我頭先睇嗰個外長有一輪講嘢喎，我頭先聽咗佢成半個鐘頭佢講嘢喎。一啲都冇歉，即係冇道歉過，一啲都冇歉叫做咩啊？協議歉意咩啊？
即係協議啊，係協嘅冇道歉嘅即協啊。係啦，冇協議咁都得嘅。咁你信佢就表明出嚟話，真係又合面未夠口喎。你呃人都要呃到咧，佢呃人呃得嚟咧，但係佢又係又唔道歉嘅喎，即係咁都得，我真係服晒啊！真係。我睇下呢單嘢咧，真係可能阿 Trump 真係大鑊啊！因為咧而家啲人睇住佢咧，即係佢如果俾人呃咧，再呃多次啊，對佢個名譽大影響，真係好大影響。即係美國嘅媒體整住就即係等住就笑佢，跟住嘅反對民主黨嗰邊，就算啊共和黨嗰邊嗰班 Rhino 啊，都等住等揾個機會嚟嘲笑佢啊！嗱，唔睇好。你睇你就覺得即係伊朗今次就係擺明係玩啊特朗普噶啦嚇，咁就而家今次咧就出到揾對家嚟求情，即係個海灣三國其實對家又是阿聯酋啊，喂嗰啲咁樣嘅導彈啊、無人機啊，差唔多三分二都係落喺佢嘅嗰度啊，咁啊仲多過炸伊朗添啊，即係咪即係伊朗炸以色列嘅個導彈啊、無人機啊，傷害呢一個阿係聯酋，結果阿係，聯酋就同卡塔爾隔離同埋沙特阿拉伯仲咧就聯合，要仲要呃佢，仲要係啦，幫佢講幫手情，喎，幫佢咁即係講情，手下留情，手下係。留人。手下留情留人啦，就刀下留人啦，咁就揾到對家出面，伊朗都好巴閉喎，Elma 呢個死敵嚟嘅喎，咁呢個啱啱炸都真係完佢喎，啱啱係啊，炸完，炸同埋炸核最慘佢電廠啊，炸個核設施啊！阿聯酋個核設施好鬼危險嘅呢啲嘢，唔係講玩嘅，你仲大鑊嘅，大鑊到不得了嘅。我就算啊，佢嗰個即係炸殘咗嗰個而家嗰個嗰個阿亞托羅即係佢嘅所謂佢嘅教皇啦，佢個教皇精啦。神領袖真神就即係宗教領袖啦，就算佢出面打電話俾呢三個人啊，你又點可以信佢咧？嗱，其他下邊嗰啲人講唔知啦，係嘛？最高領袖阿亞托羅係嘛？嗰個 Khamenei 個仔啊，即係而家炸殘咗個嘢，就算佢通電話，我都睇唔出你點信佢？呢個僆仔嚟嘅啫嘛，佢憑乜都唔嘢啊？靚啊，56歲啊，係，但係佢個政治經驗喺國內個地位，實際係冇地位嘅，乜嘢地位都冇，冇實權嘅。同埋佢老豆死鬼咗，老豆曾經講過呢個咁樣嘅穆傑塔巴咧，根本就係唔長進啊！即係佢嘅道行啊，佢嘅嗰個所謂係啊，喺佢喺個什葉派入邊咧，佢嘅宗教歷練，佢老豆都話唔 OK，唔 OK 嚇，即係唔主張交權俾佢，而且呢個違反咗呢個伊朗嘅什葉派呢班神權政權咧，過去啊47年前推翻呢個巴列維王朝，就係你係世代世襲啊！咁而家你變咗你宗教，你又就世襲，咁你即係話出爾反爾，係完全係冇誠信啊！今日即係死鬼咗啊！2月20號被炸死嗰個呢個老豆佢老豆係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伊朗冇其他嗰啲神棍咧願意頂住呢個雞頭，咁啊穆傑塔巴咧就係、好，我就捱義氣啊！雖然炸到半身不遂咁滯啊，咁美國防長啊，呢家海格賽斯就話佢分分鐘都毀咗容㗎啦，啊咁啊而家睇嚟佢都可能親自打電話俾海灣三國。咁啊其實咧原定喺19號，即係今日星期二，即係美國時間要開波嗰個行動咧，名都改咗嘅喎，叫做大取行動啦。Operation Sledgehammer 啊，咁啊，Sledgehammer 係乜嘢咧？嗱，嗰啲好長，嗰條棍好長，嗰支錘人哋我哋即係搏我哋嘅見啲剝傻瓜，人起路咧，真係要即係嗰啲打碎嗰啲啊，成個好長咁錘落去嗰只啊，好長個柄嗰隻錘啊，嗰隻叫做咩？我哋唔知叫咩錘啊！我唔係做工程啊，唔知嗰隻叫咩錘。人哋我哋真係要即係打裂嗰啲石屎啊！
啊，石一大鐵大屎牆啊，鐵錘啊，打冧個石屎大鐵錘牆啊，要 sledgehammer 叫做係嘛，叫係啊，sledgehammer 嗰啲，唉，即係呢啲真係講笑。嗱，我就算你呢個所謂承繼人啦，係嘛？呢個卡米尼個仔啦，就算佢應承啊，嗰班武裝部隊啊，嗰班革命衛隊，革命衛隊啊，因為我呢個人咧，嗱呢個人咧係軟弱嘅，即係出邊都傳嘅，呢個承繼人係軟弱嘅，所以佢自己都打電話俾嗰三個頭咧。因為佢係宗教頭，佢哋呢個頭係好重要嘅，即係佢而家兩派啊嘛，一個遜尼，一個什葉啊嘛，佢什葉個頭嚟嘅喎，啊，佢即係佢叫伊斯蘭兩派噶嘛，佢係個頭，咁佢哋嗰啲伊斯蘭咧一聽到佢講嘢咧，好似上帝叫佢咁噶，係即係嗰啲咁嘅，好似上帝叫佢，咁咧佢哋真係嘅喺宗教方面咧，佢哋一定要服從嘅。所以佢哋三個人聽咗之後，打翻電話俾阿 Trump 咧，叫阿 Trump 唔好制咧。呢個係呢個合理嘅，呢個邏輯係合理嘅。但係佢呢個人控制唔到伊朗嘅大局噶嘛？伊朗嘅大局啊，佢啱啱係新丁嚟嘅。伊朗嘅大局而家就係仲係喺嗰班革命護衛隊手裏邊嘅。就咁簡單，個兵權啊，講到最後個兵權啊，我哋中國係最明白，個兵權仲喺嗰班革命護衛隊手度。咁你點啊？你就算你應承咗，佢哋班友唔執行，咁咪點咧？實際你就同嗰班總統啊、議長啊、外長冇分別㗎，你手度冇兵啊嘛。啊！就咁簡單，講到最後，邊個有兵就係邊個話事，同共產黨一樣，兵咩槍桿子出政權啊嘛！咁你都冇揸住槍，咁你係乜嘢啫？以前唔同啊嘛，以前佢老豆咧有幾個人一路就真係跟到佢貼噶嘛，咁佢控制得到，你控制得乜嘢啊？你控制得乜嘢？唯一就係嗰個所謂宗教噶咋，分分鐘係佢哋好多嘢可以講，好多嘢可以變啊。但係咧喺嗰個係咪叫什葉派啊？喺什葉派什葉派裏邊咧，喺嘅一種宗教性嘅係好有影響力嘅。但係守唔實，佢控唔控制到嗰班軍人，我就好懷疑，非常之懷疑。係啊，咁亦都係過去嗰成2個月，阿特朗普餐餐都即係同呢個議長又好嚇，同呢一個外長又好，傾咗啲條件翻嚟，彈翻轉頭咧就全部推反嘅。佢話阿特朗普自己都知嘅，係啊，呢頭講完，嗰頭又反面嚇，即係 A B 係咁，即係好似輪迴咁樣，即係玩咗成2個月咧。特朗普應該知道。而家神棍政權咧就變咗係被革命衛隊挾神棍以令諸侯啊！係啊，擺出係啊，嚟神主即係挾牌嚟嘅咋，天甲叫甲挾挾天子以令諸侯。以令諸侯啊嘛。咁同埋咧，阿 Trump 又唔可以唔俾面俾呢3個國家嘅頂級喎，3個係根本係主人嚟噶嘛，國王嚟噶嘛。3個就阿聯酋嗰個叫做總統。卡達嗰個實際叫做國王，沙地阿拉伯嗰個就係國王嚟嘅嚇。咁你唔俾面佢，阿 Trump 咪好難做啊，唔可以一句拒絕嘅。咁啊就係要俾翻，變咗嗱呢啲就係開頭嗰陣時咧唔當機立斷，而家拖下咧，你呢樣又係做又唔係，唔做又唔係，呢啲嘢咧就係，所以做嘢咧真係要當機立斷，一拖落去咧。成件事咧就走樣啦，而家就走樣。嗱，咁啊，其實過去嗰個禮拜日咧，美國就提出咗5項關鍵嘅條件嘅，即係對伊朗啊。第一咧就當然即係只係允許伊朗剩翻1個核設施繼續運作，其他要濃縮鈾嗰460公斤要交出嚟，交俾美國。第二咧就係唔會支付任何所謂賠償。第3就要求伊朗向美國轉移嗰40公斤嘅鈾啦，即係只係剩翻1個。頭先第1項條件，即係剩翻1個即係剩其他400幾公斤嘅鈾要轉俾美國。咁啊，跟住第4咧就係釋放25%被凍結嘅伊朗資產釋出啊，即係話
俾翻你，俾住1/4先。到最尾嗰項咧，就所有戰線就停止戰爭。咁呢個就係即係美國最新嗰個5項條件。而家伊朗就話要繼續傾要佢哋即係而家似乎咧但係都願意唔開通嗰個荷爾莫斯喎，係咪？唔開通嗰個封鎖喎，嗰5條唔包括開通嗰個封鎖線係嘛？唔包海上封鎖繼續住，仲繼續美國仲會繼續咁都似樣，咁都似樣。但係就現在係咪喺呢個5項條件下邊話繼續傾咧？咁就似乎就要達成呢個實質嘅停火咧，就係伊朗一定要禁，即係直頭停項目嗰個濃縮鈾，而家去到60% 啦，要禁。美國係嗰個司令係20年，伊朗就一路拖，又希望係10年、12年，喺度想增加。即係其實美國一諗，喂，10幾年同埋20年咩分別啦？你特朗普都唔知喺台上都唔可能做咁耐。總之，伊朗肯應承你，頭先你講得啱啊！到時就好似中共咁啊，啱啱傾完話，喂，買呢個 H200嘅晶片喎，有十家公司中共會買，每間公司最高可以買75000粒，24小時都唔夠。咁嗰啲新聞喺大陸全部全線下架，然後跟住特朗普都話，我知道佢哋臨尾反悔啊，佢哋話自己搞唔買啊。咁呢個就中共就係翻臉，就好似等於翻書咁即係揭書咁快。中英聯合聲明大家都知道，97年之後已經變成咗廢紙啦。中共同伊朗呢班神棍咧一樣係言而無信嘅，照計特朗普應該知㗎係嘛？一模一樣。即係老實講，共產主義實際咪又係一種宗教嚟嘅，係嘛？你要個人崇拜咪又係一模一樣。個人崇拜同崇拜習近平同崇拜呢個咩亞托魯有咩分別啊？一模一樣。跟住下邊咧，就所有嘢都係由嗰個由佢宗教控制晒嘅，所有嘢控制晒嘅。然後咧揾你班友出面，呢個外交部長議長嗰啲全部係嚟做樣嘅。實際就係佢哋全部係佢哋喺度自己執行緊，你嗰啲係門面嚟嘅啫。所以呢單嘢我就睇一睇即係如果阿春攞翻嗰460公斤嘅話咧，都係怕攞有走啦，唔好搞落去啦。真係就搞落去，你破壞名譽啊！即係即刻就結束咗，咪然後交低晒俾佢，你哋中意你哋玩埋佢咯。叫以色列嗰幾個國家同埋叫佢哋本地嘅人民玩埋佢。即係如果我係佢咧，攞走咗460公斤，跟住咧喺撒站武器俾嗰啲人民咧，我就走人噶啦。即係我已經盡咗責任。但係特朗普而家似乎就有一種虛榮心，就想達成一個deal，就令到佢自己咧可以有面咁難嘅嘢我都做到佢唔知道拖到你之後傾到個協議出嚟，協議係愛嚟俾你威嘅啫，但唔係俾伊朗去遵守嘅。咁你美國咪等於同奧巴馬簽嗰啲核協議咪一模一樣，佢哋波斯人咪一樣玩你哋美國人，你美國大總統幾個都玩完奧巴馬就玩拜登，玩完拜登就就係佢揾特朗普一任咁玩落去，咁呢個真係相當之恐怖㗎，即係呢班神棍咧，佢就同你唔係㗎，鬥佢咧佢唔會即刻反你嘅，就一路拖下拖，咪即係好似我哋中英聯合聲明咁樣咯一步一步行埋嚟嘅喎。97年之後你睇睇應承嘅嘢拖係嘛？雙普選大家都明白啦，拖到最後咧又揾嘢到最後咧拖到冇得拖啦，知道冇得拖啦，咁咪落重錘咯。好容易啫嘛，講個理由就得噶啦嘛。一方面係副台，另一方面咧就係仲要整啲政治僭建例如最關鍵就係講翻國安法完全係一個政治僭建物嚟㗎共產黨可以做嘅東西真係太多都話佢壞事就做盡啦，好事咧一件都冇由中國大陸到香港跟住未來對台灣一樣
好話就說盡，壞事咧就做盡。咁嗱呢壇嘢咧就要睇頭先講嗰啲濃縮鈾伊朗準備話向美國建議我哋交俾普京。美國就即係知道呢個普京同埋伊朗根本就蛇鼠一窩，梗係唔制啦。交俾普京咪普京一個屈尾手就俾翻你或者係再供應俾你。根本而家伊朗嘅核設施基本上就中俄兩邊聯手協作噶嘛，根本佢哋中俄伊呢個邪惡聯盟係三位一體。美國知道晒呢啲東西㗎。講普京而家19號咧，喂，去到北京。19、20號同習近平密㗎，要辟實密談兩個大男人真係普京今次係有求於中國，抑或係即係要補鑊，係同睇下你同美國傾嗰啲東西，抑或係中俄有另一番搞作又要再整蠱特朗普表面上同你傾，到後尾大家又係一齊反美咧。而家就變咗。唔係，暫時呢幾日大家都知道㗎啦，莫斯科俾人被炸，莫斯科旁邊嗰個煉油站、煉油廠同埋油股又一齊係炸咗。佢而家淨缺連嗰啲坦克嗰啲咩嗰啲叫做柴油坦克用嘅柴油、汽車用嘅電油都缺，成個俄羅斯喺度配給緊。咁咧變咗，因為佢炸咗煉油廠嘛，咁唔係今日炸嘅咯，過去2個月都係炸下呢間炸下嗰間。咁煉油廠炸咗咧，呢啲好難嘅，呢啲好難起做翻嘅。煉油廠裏邊嗰啲管全部有壓力噶嘛，一爆咗哇，嗰啲黑煙衝天，跟住你冇噶啦，成間廠唔知要幾多真係要講以年幾年至可以恢復嘅。咁佢而家咧就嗱聲嚟揾中國，俾啲原油佢嚟叫中國提煉，中國啲廠冇嘢做啊嘛！而家呢排伊朗又唔到，委內瑞拉又唔到，全班友咧就等住工作啊嘛！所以俄羅斯梗係用盡晒所有嘅鐵路俄羅斯大把鐵路嘅，咁就盡量就運啲油嚟。呢頭就運原油，即係揾中國嚟提煉，嗰頭都運翻成品油翻去。佢自己要用唔係打仗都打唔落去，根本打仗全部用油嘅，真係要用嘅。咁你點搞好精所以烏克蘭真係做得精佢唔同你搞炸你嗰啲油供應啲油，你冇能源，你真係冇得打噶嘛。所以我話班烏克蘭嗰班人咧呢排咧真係幾成功個個都知㗎啦，而家全海有嗰啲主流媒體啲報紙都開始報晒㗎啦，話佢點成功，連美國嗰個叫做咩General King即係成日都凱恩將軍係啦，都出嚟講啦，都出到嚟講，King 都係出嚟講話，每次話點樣慘，即係俄羅斯點慘法咁就俄羅斯嘅經濟又差自己國家經濟個 GDP 負數GDP 喺度縮咁跟住咧。就有五個聯邦裏邊5個聯邦要求脫離嘅，即係嗰啲叫做州係嘛？佢有2種嘅，有啲就係省，又有啲係聯邦。佢而家呢個成個俄羅斯嗰個叫做咩？實際你裏邊好混合嘅，咁有5個唔知聯邦定省咧要求脫離尤其是係呢邊即係亞洲呢邊，佢咧就話佢揾個笨。你成日都揾我哋啲人去送死嗰啲人差唔多咧，好似話成4對1亞洲人死4個，嗰邊啲即係歐洲人咧，歐洲俄羅斯人都死1個，咁嘅比例所以我去到蒙古啲蒙古人都係同佢哋親戚嚟噶嘛，同嗰班亞洲俄羅斯人係親戚嚟嘅，嗰啲全部蒙古人嚟嘅，根本係蒙古族。咁咧就嗰啲蒙古人同我講我去到蒙古，佢哋同我講好嬲，佢話呢個人真係好差，佢直情咧明知佢哋咧嗰啲窮嗰啲喺西伯利亞即係亞洲呢邊俄羅斯嗰啲人好窮啊嘛，俾錢佢就基本就買佢條命。咁嗰啲後生仔係冇嘢做，咩嘢喺度做，咁第二有筆錢俾屋企，咁就去啦，即係等於我哋啲中國人去開礦咁樣，又係嘅，又俾筆錢有去冇回。有去冇回，去到咧整下就死咗噶啦！開礦嗰啲真係好慘噶，以前就係咁樣啦。屋企有2個仔其中就係揾個仔，佢就係揾嗰個仔去再開礦。
咁咧跟住咧過幾年就冇咗翻嚟噶啦，好係多時係咁樣嘅，即係呢個真係俄羅斯同中共冇乜區別。係，咁啊揾嗰啲遠東區啊，即係俄羅斯嘅遠東區嘅一啲少數民族咩蒙古啊咩就係蒙古人圖瓦共和國嗰啲啊，啊即係，Tuva，即係等於我哋叫做烏梁海啊，係咁呢啲都係以前中國嘅土地包括海參崴。咁而家就係俄羅斯霸咗之後咧，就即係中共咧就係不恭不敬咁樣即係認佢做俄爹咁揾中國土地嚟教飛。咁江澤民當佢啲然亦都係。蒙古人口咧，Victor 嗰啲人口啊，佢個即係亞洲嗰邊嘅俄羅斯人口咧，都係緊住中國嗰度喎。嗯，再上去北邊咧，越嚟越少人啦，好少人㗎咋。住得最多嗰啲咧，就係外蒙古嘅出邊，即係個邊界嗰度，即係越係南，係俄羅斯最亞洲嘅南邊，人口全部都係嗰度嘅。咁你咪即係蒙古人，其他嗰啲係好少人嘅。西伯利亞再上去北極嗰度好少人嘅，冇人㗎啦，凍到飛起，凍到飛起。遠東啊，俄羅斯遠東都好少人嘅。係啊，佢最旺嘅地方都係去到而家我哋叫做海參崴咁嗰啲地方就係佢即係一個出海口。本來中國咧有一個地方可以出去日本海嘅，就係呢個海參崴，而家就俾俄羅斯即係死呢扒爛扒。條橋啊，同北朝鮮呢條橋會低嘅喎，啲船入唔到去，即係去中國嗰邊咧，嗰條船入唔到去。呢班衰人嚟嘅，真係我話俾你，哎呀，真係。係咪講緊圖門江嗰個叫做？係係咪圖門啊？係有個圖就係喺呢個係呢度。嗰度咧，呢個三個國家嘅邊界啊嘛，俄羅斯、北朝鮮同埋中國嘅邊界啊嘛，咁有條河咁出去噶嘛，咁佢咧喺中國嗰邊起到橋咧，但係嗰條橋好低喎，低橋喎，即係起唔到嘅，咁仲去開幕啊？前幾個月仲係開幕啲啊，笑死啊真係。唉，總之就揾中國笨，就唔係揾中共笨中共同埋呢個俄羅斯咧，就一齊咧就係。對於中國人民，講起而家呢個情況咧，對人民受苦咧，即係俄羅斯又係啦，中共又係啦。而家到加拿大人即係包括我而家受緊苦啊。卡尼而家似乎同美國越行越遠咁又要見奧巴馬，又據說咧，又好似同俄羅斯嘅仔咧，即係已經有好多會面索羅斯嘅交易索羅斯索羅斯或者索羅斯就似乎而家佢哋喺另一邊就搞緊嘢，就同特朗普咧就一於死撐，就據知咧就美國嘅空防系統或者係美國同加拿大嘅聯合部嗰個國防邊防系統，好似而家走向甩鈎喎，咁即係變咗我哋要自己孤軍作戰噶咯喎，歐盟。而家根本咧，我上個禮拜都同你講幾次啦，即係阿奧巴馬喺度串聯去完 Toronto 同阿卡尼開完會之後，再去倫敦就同阿 Starmer 開會。原本咧諗住英皇喺國會講完之後，第二日咧就到阿卡尼講嘅。即係講嘅嘢咧，實際講嚟，實嗰班又亂埋啊！同埋馮德萊恩呢幾日咧，又同阿昌拗到咧，直情阿昌話以後你唔准入白宮啊，唔准入白宮啊！直情俾咗通知咗佢啊！白宮唔歡迎你。直情佢哋因為點解咧？阿昌梗係知道咧，美國情報乜都知，呢班友夾埋晒咧，唔係話反美反阿昌。咁阿昌呢樣嘢，將阿侵懟落，要對冧阿昌。咁阿昌呢樣嘢咧？呢樣嘢好 personal 噶嘛你班友直情搞呢啲咁嘅嘢，佢就而家邊樣咧？嗱，歐洲話原來同歐洲嗰啲貿易協議直情唔簽唔簽好大鑊噶，可以唔俾你啲嘢入噶。而家就對美歐貿易，美歐係直情係唔簽啊！佢話阿 Trump 直情通知佢嗰啲下邊啲人 kill the deal 即係懟冧即係個 deal 就係同你歐洲就係美歐嘅貿易協議kill the deal 即係我都唔同你簽啦，唔同你簽咪好大鑊。咁你嗰啲貨點可以唔入過？佢都唔俾你入嘅因為佢完全有權阿 Trump 有權，佢不但有權加關稅，仲有權唔俾你入
對你覺得你有問題嘅話，佢嗯完全有決權，唔俾你啲貨入啊！記唔記得嗰陣時啊？嗰陣時去到美國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幾個幫阿 Trump 嗰啲人話咧，佢話應該關稅唔係問題，反而咧幫阿 Trump 嗰啲人就話，佢話阿 Trump 有權啊，唔俾你啲嘢，唔俾你啲嘢都唔可以唔俾你啲貨入，咁當然有權加關稅咧。嗰幾個人即係唔俾貨入咧，就反而係即係憲法上規定嗰個權係屬於阿 Trump 嘅，就咁啊大鑊啦！我而家睇落咧，而家咧加拿大同歐盟啊咁樣夾埋嚟對付阿 Trump 咧，阿 Trump 咧一樣咁樣對付翻佢哋，兩邊都係我唔同你做生意，國防嗯又冇你份，軍隊全部撤翻晒翻嚟。全部撤翻晒，兩個一樣對付啊！阿 Victor 唔係淨係加拿大嘅問題，佢哋唔知道個後果啊！美國總統嘅權好鬼大嘅，佢當你佢覺得你係唔係自己人，當你佢覺得你係對佢有威脅、有安全嘅問題，佢乜嘢都做得嘅。佢哋都唔知道個後果，佢真係揾啲人民嚟教飛啊！你睇下一個英國又係真係揾人民嚟搞飛嘅，佢哋唔知道你咁樣嚟搞阿 Trump 嗯佢做乜嘢，你唔怪得佢嘅，你唔可以怪，你直情而家想，以前都係噶啦，根本幾次選舉啊，呢班友喺後邊都玩嘢，喺度搞佢啊，咁而家你同埋奧巴馬喎，奧巴馬呢幾日啦，美國全部出晒嚟噶啦，話咧2020年嗰個成個選舉，奧巴馬後邊所有即係假嘅選舉假嘅票嗰啲，全部係奧巴馬喺後邊指揮噶嘛。咁你而家同奧巴馬喺度夾埋，奧巴馬喺度策劃，大家想一口氣想推翻佢，你憑咩推翻佢啊？我覺得你根本佢而家美國，你嗰啲美國冇唔愛你啲貨，冇乜大不了啊嘛。你加拿大嘅貨，美國基本上可以有，係你少咗啲啊，缺咗啲。歐洲貨根本可有可無噶嘛。你 Benz 嚟唔嚟，BMW 嚟唔嚟有乜關係啫？其他嗰啲嘢，咁嗰啲咩白蘭地威士忌跟住法國啲香水嚟唔嚟冇分別噶嘛，你完全冇對美國冇影響噶嘛。佢停咗如果停2個月咋，散晒啊，兩個國家都散晒，加拿大成個歐盟散晒。嗱咁佢停2個月冇大件事咯喎，喺法律上佢可以咁做嘅喎。咁你又點嚟到點做點做人？即刻啲經濟真係唔知點辦。嗱，美歐之間嘅摩擦咧，就唔係就係貿易咁簡單，係意識形態，係啲咁梗係啦，左膠政客，嗰個主題。係啦，係左膠政客度即係不甘心，而美國右翼回潮，不甘心即係佢哋搞嗰度 DEI 佢哋搞嗰度 woke culture 咧，即係自從美國民主黨即係2020年2024年選輸咗之後咧，就全面俾特朗普反撲咁就嗱，我啱啱好似琴日睇到話，而家聯邦調查局同埋美國嗰啲調查人員掌握咗2020年特朗普係所有大嘅證據，勝所攞晒有係啦，證據所有嘅欺騙選舉欺騙嘅證而據所有準備公布掌握晒。喎。公布就等住公布嘅，乜都齊晒噶啦。咁FBI 準備公布同埋起訴公布都係小事嗰個司法部準備起訴成班友，包括奧巴馬咁至大鑊啊嘛。因為點解咧？奧巴馬佢已經退咗落嚟喎。你做緊總統嗰陣時，你做嘅嘢咧就有豁免權。但係當你退咗落嚟咧，你再喺度想砌阿 Trump 咧，咁就冇噶咯。呢個罪好鬼大罪噶，呢個叫做呢個係叛國罪超級刑事罪，係叫做grand 叫做咩叫做即係大嘅罪嚟嘅。呢個喺度搞亂嗰個選舉係好大罪噶。咁講緊好多人喎，講緊幾千人喎呢單嘢佢準備起訴阿 Trump 嗰人做嘢，大家都知道啦，真係即係佢從來冇去到盡嘅，真係去到盡嘅。而且呢樣嘢咧，你嗰陣時佢哋都過晒份啦，係嘛？又要佢坐監，又要佢罰到佢所有銀行戶口刪晒佢喎，哇！即係嗰班又毒到計到咧，想將特朗普搞到雞毛鴨血想整瓜想佢佢咁就直情想佢破產咧，直情玩完佢
咁人哋做錯啲乜嘢啫？佢嗰陣時有咩做錯？只不過唯一嘅錯處就係佢係商人咁解啫嘛。佢唔唔係，係政治家，係商人。佢代表保守思想，同你哋左膠係對着幹，根本就水火不相容噶嘛。即係利益，佢到最尾利益就係特朗普嘅再次有翻白宮，就係阻住呢班左膠發達，就即係阻人發達啦，仿如殺父仇人啦。咁啊，而家佢哋就全面就喺背後搞震，又而且係搞緊唔係而家唔跨國係搞嗰陣啦，嘅聯盟。阿 Victor 呢單嘢咧，真係呢5月咋，唔使等到6月，真係爆發啊！成個嘢直情公開，直情係叫做咩啊？直情係白熱化係咪叫做？呢種白熱化，話係咪白熱化？根本咧即係直情公開大家嚟鬥啊！直情貿易啊停你，呢樣停你，就國防又叫翻啲兵翻嚟，調翻啲兵翻嚟，直情做到咁樣，直情大量唔係少少做啊，直情大批量做，大家都唔收手啊！咁下邊嗰班有阿 Rubio 啊，同埋 Hasek 嗰啲真係幫晒手喎。佢成個美國內閣，佢好鬼團結嘅喎，嗰班友個個都係一致立場，去就去。佢就咁你就原本咧歐洲以為歐盟嗰邊以為美國唔會咁做啊嘛，佢哋唔知點解啲人諗住咧，佢諗住你喺歐洲駐兵啊，係對你美國有利嘅，佢又講唔出咩利喎。佢以為咧美國就好想喺嗰度駐兵。點知咧揾條友啫，揾個生意佬啫識計數嘅咧，根本係本貨嚟嘅，蝕本買賣。加拿大實在阿 Trump 最條氣最唔順就係話呢兩單嘢都係蝕本嘢，非但蝕本，你而家仲要推翻我即係我當你第51個州嚟養你包起你嘅結果咧，你就食碗底反碗面，係咪咁喎，啊？你要講加拿大推翻我喎，你係啊，直情推翻我喎。你你咁揾我笨不止喎，你要推翻我呢個政權，實都係政權嚟噶嘛。你唔理佢四年一任啊，呢個係政權嚟噶喎。你而家要推翻佢嘅政權喎，推翻阿 Trump 咪即係想推翻美國政權。嗱，咁而家你明白特朗普點解唔怕呢一個俾伊朗拖，俾成棍玩，就因為佢有殺手鐧公佈呢啲2020年嘅結果，仲有中共嘅武漢病有道理，毒嘅疫有道理，情。你講得有道理。如果佢公開晒呢啲咁嘅嘢咧，佢中期選啊分分鐘贏緊喎。即係佢直情係大家係叫咩副台係嘛？廣東話叫咩啊？副台副台翻副台啊！叫做反台，叫反台。反台即係反台。如果反台嘅話咧，咁咧嗰個力度啊，係咪就咁咧？嗰個中期選咧就贏緊啦。即係變咗嗰啲嘢太大鑊啊，太大鑊啊！唔係濕碎嘅問題啊，你呢邊咧知唔知黃友兵俾人揾笨咧就濕碎，反而咧俾伊朗揾笨又好，乜嘢都好，反而濕碎。但係你一反台啊，夫台嘅即係咁嘅話咧。咁你變咗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大嘅加分嚟嘅，或者對方嘅大嘅減分，可以咁講，可唔可以講啊，Victor？冇錯。今日最近咪有個州咧，又話郵寄選票有50萬張選票咧，搞錯咗。馬里蘭州啊，就係維珍尼亞州上邊嗰個喂馬里蘭州啊，你街坊咯。我住喺嗰度住2年，我先頭去美國咪喺嗰度住，我喺林曉屋企住咗2年啊嘛，嗰個就 Maryland。而家我就搬咗去維珍尼亞，佢兩個州咧，一個南一個北。咁馬里蘭州咧，不嬲都有好玩。阿 Pelosi 嘅老豆咧，就係馬里蘭州嗰個州府係邊度咧？叫做咩啊？Baltimore 係 Baltimore 嘅黑社會嚟嘅。Baltimore 好多黑社會嘅。嗱，馬里蘭州有咩出？即係波爾的摩啦，喺個海港係啦，嚟。即係 Baltimore。馬里蘭州有咩出名咧？仲有嗰個咧就袁茂春喺度喺度嗰間海軍學校Annapolis 嗰間海軍軍官學校喎。嗰度好出名嘅，嗰度喺海皮嘅。咁咧就好出名嘅馬里蘭，但係呢成個馬里蘭州咧左到抽筋，原來發現有50萬張假票啊！真係大鑊。另外有個州唔知邊度，加州定係邊度有80萬張假票喎？又係邊度啊？嗰個唔係邊個州啊？又係有80萬張，可能係即係查。早知咧話俾你聽，乜嘢證據都齊晒。2020年嗰個作假，民主黨嘅作假咩齊晒，後邊嗰個所謂控制大局嗰個咧。就係嗰個黑手咧，就係奧巴馬。
有晒證據㗎啦，而家就係等緊司法部起訴。點解所以上次咧點解要換司法部長咧？就見到佢遲遲唔出聲，你手度咁好啊，咁多證據你都唔出手，咁就興㗎嘛。嗰個副司法部嗰個副 FBI 局長就做到谷到要辭職啊！嗰個 Bongino 啊，個 Bongino 做到要辭職。咁咧就跟住咧，阿 Trump 都知道係唔掂嘅，即係呢張係大牌嚟噶嘛。佢根本2020年阿 Trump 咧真係贏到手臂嘅但係咧變咗輸喎。你話咧，所以呢單嘢點樣辦咧？到時咁呢個第46任總統呢個到底算定係唔算咧？成合法定唔合法咧？呢樣哇！嘢呢個真係要大問題，要揾最高法庭。咁佢通過啲法例，佢簽嗰啲法例，嗰啲一部分嗰啲真有冇效咧？人簽，大部分人用嗰啲簽名筆，佢用嗰支假嘅簽名筆嚟簽，到底嗰啲成唔成立咧？嗰啲法律咁就真係難講啦，真係難講。我真係嘅呢樣嘢要去問下最高法院應該點樣辦？你成個合法性冇咗喎。講到最後係人民授權啊嘛，當人民授權，你冇咗人民授權，以後嗰啲嘢全部都係假噶咯，即係全部都係冇唔合法噶喎。人民授權先係真噶嘛，係嘛？咁我哋選票作假，咪即係人民冇授權俾你咯。咁你點當總統啊？喂，一講到呢度啊，美國嘅憲制大危機啦即係二真零二係㗎，二零二一真係㗎。到2025、2021到2024嗰4年入邊嗰個拜登政府又簽名筆又選票即係而家發現你翻嚟嘅話，如果真係證實咗嘅話咧，咁嗰屆政府所簽嘅嗰隻協議仲有冇效咧？真係係咯，你成個 presidency 即係成個政權，實在係個政權成個政權變咗係非法咁當真係然都係要等美國即係聯邦調查局唔係呢同埋兩單嘢真係要去到公佈。司法部。唔係佢真係有真係絕對有，我後邊都聽到晒㗎啦，乜嘢證據齊晒，就算佢未必使打贏輸官司就算攞晒啲證據出到嚟，照晒啲證人一個個稱上去哇！佢美國有個叫 grand jury， 叫做大陪審團大陪審團，佢告唔告你咧，就唔係由司法部決定由大陪審團睇過晒啲證據，係唔係公開㗎？佢哋還佢哋秘密睇完之後，佢哋大陪審團覺得有值得可以控訴，咁咧就由佢哋控訴。所以美國呢樣嘢咧，佢驚嗰一個司法部長嗰個權太大所以起唔起訴咧，都係由人民決定嘅，就人民裏邊選嗰個大陪審團出嚟，由佢哋決定你夠唔夠證據俾佢嚟起訴。咁咧，當佢哋話可以起訴咧，咁呢單嘢咧，呢班人就大鑊啦。咁咧就成個民主黨嘅大鑊。實際咧，而家個 Giuliani 即係以前紐約市個市長佢嘅做法咧，就係另外一步佢話你呢班友夾埋呢班友夾埋，美國有一條法例咧，就係串聯串謀叫做 RICO，就係 racketeering。如果你查翻字典咧，就係話咧，大家咧叫做即係結黨即係大家夾埋結黨營私即係佢串供當日即係紐約嗰5個黑社會家族大家族佢就係用呢招嘢，佢唔使證據㗎。你班友咧夾埋合謀犯罪合謀犯罪係簡單嘅叫做 RICO 簡寫，但係成條罪咧叫 racketeering。咁呢個 racketeering 咧，卒之咧，原來咧嗰陣時咧，成個5個家族俾佢拉晒喎。你同嗰個社會你成日通電話，佢說嗰陣時啱啱發明咗錄音即係聽電話可以錄音接聽。咁佢咧係錄晒，用咗差唔多3年時間，就錄晒你嗰幾啲家族裏邊所有下邊啲成員啲馬仔嗰度全部錄晒音，然後咧攞呈堂，卒之咧佢話你班友夾埋就 racketeering 全部就一網打盡，嗰次咧嗱。佢今次咧嗱，你而家阿 Giuliani 咧呢排咧好似話爭啲死咗喺佛羅里達州咧係救翻嘅，爭啲死咗。咁而家你救翻佢翻嚟，佢呢個人係全世界最叻嘅主控官嚟嘅，
你諗下叻唔叻啊？五個家族俾佢一鑊價告入喎，你諗下成個紐約成個清晒，成個紐約嘅黑社會俾佢清一網打盡，佢就話應該用呢條法律對付呢班成個民主黨啦。嗯，就變咗你成個國家啦。你國家裏邊教個所有夾埋阿 Trump 嗰個選舉2020年個選舉咧，全部都係有罪，咁就大件事啦，真係大件事到不得了。即係你根本實際你佢做嘅嘢，仲衰過仲大鑊個黑社會。民主黨真係淪落到政治你黑手黨。破壞咗美國嘅憲政，成個美國最基本啊基石俾你破壞咗啊！你黑社會嗰啲只不過係犯法啫嘛，但係你而家破壞咗美國嗰個選舉嗰個最基石喎，基礎基石同埋誠喎，信。咁點搞啊？你成個國家俾你咁樣搞成咁樣，真係嘅就係，所以阿 Giuliani 就話應該就引用嗰條法律。嗯，大鑊噶，但唔知啊，嗰個而家個新嗰個，即係個叫做 Blanchard 啊，而家新嘅代司法部長啊，係叫做 Pat Bondi 嗰個，係啦。呢個律師就係代表阿 Trump 嘅律師啊，嗰啲有想捉阿 Trump 坐監啊，就係呢條友代表啊，呢條友啊好嘢，真係好嘢，真係好嘢。好似叫布蘭特噶，布蘭 Blanchard 切啊嘛，叫叫 Blanchard 啊嘛，叫 Blanchard， Blanchard 嚇。呢條好嘢，呢個就唔係呢個人，呢個係一個好嘅律師嚟嘅，而且行動嘅。阿 Pat Bondi 咧，就係一去到起訴咧，有好多人唔敢起訴，點解咧？唔知道到時輸定贏，你輸咗係好冇面噶嘛。但係如果係叻嘅人咧，佢覺得有把握，佢就告。啊，呢個 Blanchard 真係唔係講話。係。咁而家睇到咧，即係美伊之間嘅關係，而家同自己內政啊，同2020年嘅選舉舞弊啊，有新嘅證據、全面證據公開，可能喺呢個6月之後公開，或者5月底公開咧。大攤咁啊，牌啊！我睇全世界唔係淨係美國國內喎，包括埋中共又喺後邊搞嘢喎，委內瑞拉嗰度搞嘢喎。而家話嗰啲點票機嗰度全部有晒證據 Dominion 嗰啊！架機嘛。係啊，嗰票機點樣改啲票，跟住咧郵寄嗰度投票嗰啲又係嗰啲全部證據出晒嚟，死人都可以投票嘅，就可以一個人可以投5次票嘅，佢全部出晒，乜嘢證據都齊晒啦。過去嗰年幾咧就係佢哋收集證據，咁咧呢次咧唔係淨係告呢樣，直接去到全球性啊！全球性攞嗰啲喺外國幫手嗰啲又一齊告埋，原來委內瑞拉嗰度大把證咁啊，據啊！中共咪露底係咯。啊，分分鐘告埋你嘅，話你先參與，所以都係串謀啊，叫做同謀係嘛？係同謀啊。同謀唉，咁你而家真係世局咁混亂，美國內政又咁糟糕嚇，咁啊，特朗普真係呢個總統真係做到佢真係心血少啲都唔掂係嘛？唔係不得，佢呢個係世界大戰嚟㗎，呢個係咪咁講啊？你話又要對加拿大，又要對歐盟喎，哇！你話唔係世界呢邊係又要打伊朗防中共咧？喎，呢邊係打伊朗喎，又要對付中國，呢個你唔係世界大戰係乜嘢啊？啊，真係好，服晒，我哋服晒。今日咧就同大家就鋪開，即係話伊朗喺度玩拉布，背後其實亦都牽涉到一個國際政治、地緣政治，以至到國際戰略嘅一個新格局㗎嘛。特朗普咧係要打爛呢個舊嘅格局㗎啦，因為舊格局咧係俾呢啲左膠啊，俾啲歐盟啊，俾呢啲咁樣嘅即係類似民主黨嗰啲大佬啊，例如奧巴馬咧喺後邊操盤。奧巴馬走去加拿大見卡尼，其實係犯咗法噶喎。落任嘅係總統啊，係唔可以去係啊。見現任嘅外國領係導人噶啊，喎。根本就犯咗美國法嘅。佢唔係佢去咗英國嗰度就保密保得好，去咗唐寧街，去咗唐寧街，見完特朗普咧就直情飛去倫敦見阿 Starmer。佢哋成日串聯，佢串聯後邊點樣對付阿 Trump？佢有一套計劃嘅。呢條友成件事咧，嗰個成個咩嗰個叫做咩？嗰個通俄門咧，原本咧就係阿 Hillary 咧。Hillary 咧就諗住咧就係講下，即係競選嗰陣時講下啫，話 Trump 通俄門。佢咧決定攞呢單嘢咧作為一個法律嘅武器嚟整蠱阿 Trump，
直情拉佢坐監啊！係而且佢攞呢件買通咗英國一個退休嘅情報人員寫咗係啦，個直情作報告。實佢，作實佢。所以咧呢條友咧根本就大鑊到飛起嘅。咁成拜登做總統嗰陣時啊，佢嘅手下奧巴馬嘅手下叫 Susan Rice 做過聯合國嗰個大使嘅。嗰條友就係佢喺度控制晒嘅，成個白宮係佢哋控制嘅，所以咩簽名筆啊嗰啲咩就係佢哋搞噶啦。根本係拜登喺後邊就係得閒去曬太陽，咁跟住咧公仔嚟。根本就係公仔嚟嘅，即係佢就話好使好用啊嘛呢個人。咁好，貪污嗰啲問題，係明知佢喺手嗰度又攞唔到出嚟，所以成件事咧，今次咧阿 Trump 咧真係哇爆晒出嚟。所以我話如果佢夠膽咁做，乜嘢問題都冇晒，嗰啲伊朗係小事嚟嘅。係呢個政治毒瘡，特朗普係一定要督爆佢噶啦，唔督爆嗰啲毒汁咧就會繼續蔓延。佢就算特朗普呢一任做完之後，以後無論盧比奧或者係呢個環斯捷咧，都會繼續俾班左棍喺後邊搞搞震。所以與其呢個你即係喺美國除咗嗰個 cancer 啊嘛，美國成個政治裏面嘅 cancer，佢就係要冇錯挖咗呢個 cancer。如果挖走得呢個 cancer 咧，美國就係咧有排好啊，真係有排好啊。冇錯，咁啊，所以 MAGA 唔係得把口講啊嚇，一定要刮毒療機啊。係啊，未諗到佢做到呢個程度，而且短短喎，得年零啫喎，已經去到呢個程度喎。哇！真係呢個人真係冇唔到你唔服啊！好，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咁啊多謝各位收看啦，記得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個 subscribe 加埋個 long 咁然後就大家離開呢個節目之前咧撳一個 like，當然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因為留言討論咧對於條片能夠喺互聯網度散開，多啲人睇，多啲人聽咧係好有幫補嘅。好多謝各位繼續支持感謝Elma，謝捱眼瞓同大家一齊傾多謝大家收看，下次節目再見。